大家可能平時都聽過比特幣，咁大家又知唔知道佢咩嚟嘅呢？不如等我簡單啲解釋俾大家聽啦。比特幣又叫做 Bitcoin， 佢係一種網上虛擬商品，佢係利用電腦做一啲計算程式而產生嘅，而呢種生產過程就叫做掘礦啦。比特幣並唔係一般嘅法定貨幣，佢嘅匯率係浮動不定，而主要係用作網上交易嘅。喺最近就有啲騙徒利用比特幣去提供一啲虛假投資機會，嚟呃大家。一齊去睇下。我叫阿薇啊，啲街坊咧都叫我陳師奶嘅。作為一個全職嘅主婦，平時嘅工作啊，去煮飯啊、洗下衫啦。住喺香港呢個金融中心，生活逼人。若要生活好啊，梗係買股票啦。睇住嗰啲數字啊，跳嚟跳去，過癮過打麻雀啊！但我啲運氣就麻麻地啦。呢排啲股市咁旺，但係我啲蟹貨就冇乜嘢升，唉。陳師奶，咁啱嘅，朱姐。陳師奶。冇事啊嘛，你咁唔開心咁嘅？你啊係嗰啲股票咯，股票冇理由㗎，啲股票隻隻都升，冇理由搞到你咁唔開心㗎喎。唔係隻隻都升㗎，我嗰啲咪唔係咯。人哋而家喺銀行啊，日日望住個電腦啊，笑到4萬咁嘅口喎。唉，我嗰啲咪唔係咯。我日日啊望住嗰堆蟹貨啊，升都唔升下喎，想笑得出就奇啦。咁你真係幾唔好彩嘅，因為股票啊真係幾難玩㗎。我啊以前冇好似你咁樣咯，買嗰啲食嗰啲，唉，所以搞到我而家都唔買股票㗎啦，我唔靠揾錢㗎啦。吓？淨係靠你老公份糧啊？靠佢嗰份家用啊！我死咗10世啦，要想生活過得好啲啊，梗係要投資啦嘛。咦，你有冇聽過隻比特幣啊？哦，我聽過，好似係嗰啲歐洲貨幣嚟噶嘛。梗係唔係啦，呢隻比特幣啊，係上網先用得㗎。哇，咁話時話佢又幾好炒㗎喎。呢隻比特幣啊，我入咗公司啊，個幾月咋，已經賺1萬幾蚊啊。係，你唔信嗱，我俾啲嘢你睇下。嗱。我呢間公司啊，入咗個幾月咋，已經賺咗8個比特幣啦，賺成1萬幾人噶啦。哇，係喎。你買股票啊，買得中啊，都會賺1萬幾蚊啦。所以我而家唔會買股票噶啦，賺得慢又唔穩陣。咁又係啊？咁係啊？我想跟你買咧，咁用咩方法啊？我買開嗰間公司咧，成日會開講座噶，教人買比特幣噶。誒，如果你聽日得閒嘅，我帶你去聽啦。咁好喎，唔該晒你啊嚇。比特幣絕對係未來貨幣之王，升值潛力無可限量，絕對有投資價值。喺呢個世界量化寬鬆環境之下，銀紙貶值，通脹蠶食大家嘅購買力，投資比特幣係唯一增加財富嘅選擇。我都話嗰啲比特幣好㗎啦，係咪真係賺到錢㗎？哎呀，我都賺咗好多嘅咧。你好啊，朱姐。Apple 真係唔該晒你啊！你介紹嗰個 A100計劃咧，真係好掂啊！我個戶口啊，要多1萬幾蚊啊！呢啲都係我嘅份內事嚟㗎嘛，幫你賺錢係我嘅職責。呢位係你嘅朋友？係啊，呢位係陳師奶啊，佢有興趣咧買比特幣啊，所以咪帶佢上嚟聽下講座咯，順便介紹佢俾你識啊。陳太你好啊，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咧，我哋可以過會議室，咁我慢慢介紹個投資計劃俾你識啊。好啊，唔該晒你喎。陳太，我哋溫彬公司嘅網上比特幣交易平台咧，真係世界第一㗎。你都知啦，比特幣係要經由你名下嘅電腦去運算，先製造到出嚟。而且電腦越快咧，製造比特幣咧就越多。所以我哋公司咧喺邊度咧設置一部超級電腦去製造比特幣。亞洲區我哋敢認第2，冇人敢認第1。遲下仲喺美國上市添。
哇！原來你公司咁巴閉㗎？梗係，我喺間公司嗰度啊，開咗唔夠1個月咋，我個戶口啊已經賺咗幾個比特幣啦，值幾千蚊嘅。陳太，你係咪好有興趣咧？其實唔係每個人入嚟咧，我哋都會幫佢開戶口㗎。始終我哋部超級電腦咧都有用戶上限，如果太多用戶嘅話咧，就會減慢個速度㗎啦。我哋都想保證翻我哋嘅客戶每日賺到比特幣㗎嘛。不過你係阿朱姐介紹嘅話咧，咁先幫你開戶口㗎咋。咦？咁我咪好好彩。咁麻煩你幫我開個啊！陳太，如果你想開戶口咧，就要投資10萬蚊去我哋嗰個 A100嘅比特幣生產套餐度。嚇！要10萬蚊啊？咁多錢？陳太，你諗下喎，一個比特幣嘅市值啊，都值千幾蚊啦。我哋部超級電腦話每日生產起碼0.2個比特幣入落你個戶口度喎，咁有數得計啦，唔使幾個月就回本啦。陳太啊，呢個套餐真係超值㗎，而且公司啱啱推出咗一個回贈計劃，只要你加入咗2個月之後咧，公司就會送日本旅遊套票俾你，仲有加送多5張抽獎券俾你。頭獎知唔知係咩啊？歐洲名車一部啊！哇，咁着數嘅，點解開戶口嗰陣時冇呢啲嘢嘅？朱姐點會少得你嗰份啦？你係推薦人嚟㗎嘛？只要阿陳太咧加入足2個月嘅話咧，咁你同阿陳太咧，我哋都會送翻旅行套票啦，同埋抽獎券俾你哋㗎。哇，真係㗎！喂，陳師奶啊，一於參加啦，開咗戶口又可以賺錢。又可以帶挈我去旅行喎，一家便宜2家著啊！咁好啊，咁我開啊！唔該，你將我戶口所有嘅股票賣走晒佢啊！然後入10萬蚊去呢個溫彬公司嘅戶口啊！小姐啊，唔好意思，要你等咁耐。得啦，喂，我哋喺邊度食飯？不如去嗰間尖尖酒店嗰度食自助餐啦。好貴㗎喎！我請有咩所謂啊？多謝你啊，帶我賺咗咁多錢添啊！誒，小意思啊，街外錢齊齊揾啊嘛！朱姐，喂，你睇下呢間公司真係好犀利㗎！我入咗會啊，都唔夠2個星期咋，就賺咗1.5個比特幣啦，賺咗2000幾蚊添啊！哎呀，啲錢真係好易賺啊！好過你買股票啦！咁又係啊，係啊，朱姐啊，我而家想賣走晒嗰啲比特幣咧，咁點做好啊？咁啊，你要打下俾阿 Apple 搞㗎咯喎！我之前咧都好似你咁樣想話放晒個戶口嗰啲比特幣咧，阿 Apple 咧話叫我繼續袋住先。佢話因為公司規定咧，要個戶口咧有50個比特幣啊，先可以賣啊。如果唔係咧，要扣5000蚊手續費㗎。哎呀，我見咁鬼麻煩啊，咪繼續袋住先咯。哦，要咁㗎！哎呀，我仲想賣走晒嗰啲比特幣咧，將啲錢嚟請你食飯添。哎呀，咁我哋可以食第二樣啊！咁又唔好，難得約到你出嚟，咁就咁啦，喺度食啦。嗯，好。究竟事實又係咪朱姐同陳師奶諗得咁完美？啲錢係咪真係咁容易賺？而最後佢哋又可唔可以連本帶利咁攞翻所有錢？咁世界上有邊有咁容易賺嘅錢啊？想知道佢哋之後嘅遭遇係點，就千祈唔好行開啦。陣間見。查下個戶口，今日袋咗幾多個比特幣先？咦？點解登入唔到嘅？我撳多次先。吓？真係唔得喎！啊，打返公司問啊！啊，唔通嘅？打多次。係喎，真係唔通喎！啊，打俾朱姐問下先。
啊，陳師奶啊，我啱啱起身咧，就登唔到入去個比特幣戶口啦。喂，你都係咪咁啊？係啊，我而家直情喺公司門口啊，入邊咩人都冇啊，全部嘢搬走晒啊！我哋俾人呃咗啦，快啲報警啦！唔係啊嘛，咁我啲錢咧？阿 Sir 啊，我哋俾人呃晒啲錢啊！片段中嘅主角因為墮入咗騙徒嘅陷阱，導致喺金錢上有所損失。周 Sir， 不如講下呢啲騙徒嘅犯案手法啦。好啊 ，Bonnie。比特幣係一種俗稱掘礦嘅過程所產生嘅，涉案公司會利用豐厚嘅利潤吸引投資者參加比特幣投資計劃，向佢哋出租掘礦機發掘比特幣嘅。投資者可以將發掘到嘅比特幣轉售圖利。計劃初期咧，投資者係曾經成功獲利嘅，於是乎佢哋會投入更加多嘅金錢啦，同埋介紹親友去參加呢啲投資計劃。而其後涉案公司嘅比特幣交易平台倒閉啦，投資者亦都蒙受損失嘅。咁就住呢類嘅騙案，你有咩呼籲俾翻大家咧？就預防投資騙案啦，警方向市民呼籲，比特幣並非貨幣，係一種具高投機性嘅虛擬商品。市民進行相關嘅投資嘅時候，應該加倍留意風險，唔好隨便相信親友推介嘅投資計劃，因為可能佢哋都已經墮入咗投資陷阱。如果市民懷疑受騙，應該立即向警方舉報。無論大家投資咩都好，喺投資之前記得要做好資料搜集。而喺我身邊就係投資者教育中心主席鄭國漢教授。係，你好，鄭教授你好啊！市民咧喺投資 Bitcoin 嘅時候，有咩地方要留意翻㗎？市民投資 Bitcoin 咧，都係一般憧憬佢嗰個升值潛力同埋機會。但係咧大家要非常之小心佢個風險。主要原因咧就因為 Bitcoin 咧係一個冇受到監管嘅一種虛擬商品。咁作為虛擬商品，表示佢冇實物支持啦，亦都冇任何人對佢嘅價值作任何形式嘅保證。咁喺不受監管嘅情況之下咧，假如交易出咗咩問題咧，市民都唔會得到有關相關嗰個法例嘅嗰個保證同埋賠償。咁喺投資 Bitcoin 嘅時候，會存在咩風險咧？其實風險方面主要有3方面。第一方面咧就係頭先都講過下，就係個所謂流動性嗰個風險。流動性即係睇人哋接受你。咁基本上世界上大部分人今天咧都唔會接受呢個呢一類嘅虛擬商品作為貨幣咁使用。所以就算你手上有好多咧，都可能好多人唔接受。呢係第一個風險。第二個風險咧就係你嗰個儲存同埋交易個風險啦。因為呢啲咧就唔係擺喺銀行嘅，係擺喺一啲私人所管理嘅交易平台上高。所以咧，首先有個安全風險啦。因為究竟安唔安全咧？咁好多形式咧都係透過電腦或者手提電話嗰個電子錢包。咁電子錢包是否安全，大家就要留意咧。第二，呢啲交易平台本身可能咧會因為種種原因而關閉。咁假如一旦關閉咧，投資者咧就好難攞翻嗰啲錢。第三，亦都可能會觸犯呢個法律。因為呢啲咁虛擬商品佢個交易咧一般都係採取咧係匿名嘅，咁所以好容易俾啲非法集團咧利用作嚟咧非法集資啊，或者咧我用嚟做呢個洗黑錢啊咁樣。所以假如一旦我哋個執法機構認定咗某個平台係有做非法活動咧，可能會將佢關閉。咁一關閉之下，大家都諗到啦，你嘅投資都可能血本無歸噶啦。如果市民考慮投資 Bitcoin，佢哋有咩地方要注意翻㗎？投資者教育中心咧就呼籲所有市民當你考慮投資 Bitcoin 或者其他相關嘅虛擬商品嘅時候咧，要特別留意去了解佢哋個特性佢哋嘅運作原理同埋相關嗰個風險。假如有咩疑問咧，就最好請問專家啦，攞啲專業意見啦。千祈咧就唔好跟風啦。咁因為嗰個風險係好大嘅。事實上咧，佢哋嗰個實際運作咧，係咪真係好同佢所講嘅原理一樣咧？我哋一般人咧係無從知道，亦都無從證實。咁就住呢方面，投資者教育中心做咗啲咩工作去教翻俾市民嘅咧？
嗱，我哋投資者教育中心注意到咧，有部分市民對於 Bitcoin 或者相關嘅虛擬商品咧有興趣或者有關注。咁我哋做咗唔少工作咧，透過我哋自己網站或者傳媒咧，就將有關投資 Bitcoin 或者相關嘅虛擬商品嗰種風險咧，就發送出去。咁我希望咧，就我哋市民喺佢投資之前咧，就好好利用呢啲咁嘅資訊啦。